国的媳妇，我22岁就当后妈啦。当后妈呀，可是个技术活，一般她胜任不了，想把后妈这份工作胜任啦，该怎么办？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这天小乐的举动让我很感动，真是小软软一枚，人在的汉人的冬天，为我这个后妈买一双温暖的鞋。我虽然怕冷，不适应中国冬天，但我被小乐的举动温暖了这个冬天。还有2天就是小乐生日了，我想为他准备礼物和生日蛋糕。礼物我想自己动手，换衣服缝好毕生送给他。希望他的学业顺顺利利，好生福气。你會痛哭，皆已大笑，凝望大世界各種奧妙，興奮大叫，然後自我會放得太大，因你未發覺你還渺小，爬行着已離去，連媽媽都不再重要。你要跌倒，翻身再立正。成年流太遠，你學識怨命，所以任性。難受，但我會繼續供應，期待我與你攀山越嶺。若我有天敗了，你戴上我的眼鏡。如果天地狠狠地將一切理想破滅了，還是流我的血，你別忘掉。如果輸在起跑地追得太痛苦太累了，是我對不起你，但你記得因快樂而笑。我對你好，不需答謝我，麻煩像我帶你來這世上，可以恨我，祈求上帝對你而不錯，期望你老了不需自己過，做世噪音一片，不聽都不算罪過。如果天地狠狠地將一切理想破滅了，還是流我的血，你別忘掉。如果輸在起跑地追得太痛苦太累了，是我對不起你，但你記得因快樂而笑。注定某日我將拋棄你於荒野，你發現世界又欠你一些。快逃啦，快逃啦！希望小樂喜歡。